振昇議員。多謝主席。咁我嘅問題就係關於063同埋062嘅。咁就關於嗰個上屆嘅立法會選舉嗰個開支呢，就比起2021年呢，就多咗成3成幾嘅，咁啊要用到11億幾。咁特別係員工開支呢，都用咗3億嘅，咁啊比起再對上一屆2021年呢，就都多咗成1億。咁因為我哋上年呢，其實都已經修改咗法例啦，就可以用點票機，咁同埋嗰個功能界別呢，其實都唔同界別就有嗰個選舉嘅即係選票嗰個結算表啦，咁亦都唔使再用人手咧去分各個界別嘅選票。咁但係點解嗰個員工開支咧就都要用到3億，就比上一屆咧就反而多咗咁多咧嚇？咁呢個第一個啦。咁第二個咧就係關於係今年嗰個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咁預算嗰個開支咧就係2億6千萬嘅，咁比起5年前呢1億8千幾萬呢都係多咗4成嘅。咁特別係員工嗰個開支呢，其實都要用1億3千幾萬，咁其實又係比上一屆呢5年前呢係多咗成4成。咁即係既然人用多咗，或者錢用多咗，咁係咪成個流程都可以改善呢？嚇，咁因為即係上一屆其實有啲界別可能都係30票啊、50票啊，咁都要即係點票都要點好耐。咁呢度係咪有個改善？但係當然因為選舉委員會界別嘅選舉呢，佢牽涉嘅選民呢，都可能團體加個人都係9000人度啦。咁所以即係我哋都希望呢，今屆嗰個選舉呢係同上一屆咧係有一個相若嘅水平啫嚇，係呢兩個問題。多謝主席。係局長。係多謝主席同埋林議員嘅提問。首先我介紹咗少少，然之後請司助理司副處副秘書長補充。好似我頭先所講啦，一個選舉嘅開支唔係淨係嗰一年舉辦選舉嘅時候咧，先要即係投放喺度嘅。之前咧有好多鋪排嘅，而有部分嘅使費咧係會喺前幾年即係落實某一啲設備啊、儀器啊、裝置啊等等嗰度咧就要提供嘅。所以咧，淨係頭先阿林議員講嗰個增加某一啲幅度咧，係可能只係睇翻嗰一年比起上一屆嘅某一年嘅分別，咁同個整體開支係可能有少少分別嘅。咁喺呢一個即係點之下咧，我或者請阿司副秘書長咧就再補充一下。係秘書長。多謝林議員嘅提問。我想講咧就話嗰個增加開支咧，其實最主要係嚟自嗰個員工薪酬，因為我哋嗰陣時因應嗰啲科技系統嘅個提升咧，我哋亦都係即係招聘咗額外嘅呢個科技人員嘅人手去支援落實相關呢方面嘅工作嘅。咁另外一方面咧，我哋亦都相比上一屆咧，我哋亦都係引進咗更加多創新、多元同埋接地氣嘅宣傳呢個選舉嘅。咁亦都係大規模嘅活動，亦都包括咧進行研討會啦、啟動禮同埋舉行咗史無前例嘅39場嘅選舉論壇嘅。咁呢個喺擴大嗰個宣傳力度之餘咧，亦都係會令到嗰個整體開支係上升。咁亦都同時咧我哋喺租用一啲出邊嘅場地啦，包括會展嗰方面嘅設施啦，咁同埋我哋另外一個都比較大嘅開支就係大家都有留意到，因為選舉事務處之前喺九龍灣嗰個國際展貿中心有個辦事處嘅，但係因為展貿中心咧需要拆卸，咁我哋咧就係都要搬遷，咁及後我哋喺觀塘嗰邊咧，即係用翻當其時嗰個市值租金咧，就去租翻一啲新嘅地方，咁同埋亦都地方方面咧，因應當其時嘅嗰啲建築啊、防火啊同埋職業安全等等嘅要求咧，亦都係面積有一定嘅增加，咁所以凡此種種咧即係令到我哋個整體開支都係有上升嘅。至於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一般選舉咧，我哋而家預算咧就係呢個2億1千萬。目前嚟講都係一個預算開支，因為都係今年年尾先進行嘅。咁因應幾年前咧，當然喺人工啊、租場地同埋宣傳咧嗰啲方面，亦都係會有適當嘅調整。咁我哋會盡量即係確保公帑係用得其所嘅。多謝林議員嘅提問。